喺度啊！你唔係呢度嘅住戶咧，入嚟登記咧係好正常嘅。登咗唔登咗啊？你登咗啦？你仲有頭係咪啊？仲有樹係嘛？唔係，佢冇寫晒，由頭到尾唔肯寫。嗱，咁我覺得嗱，我都可以同佢裝修呢個人好中意無人人拉人下嘅，明明嗰個係女，點解人係仔？佢自己講佢係仔。同翻佢講啦。過咯，登影，我登影啊！咁咪影啦！你唔使咁樣。快啲影先喎！快啲影！咩咁樣有人玩嘢啊！冇人同你玩嘢，係要登記噶，差佬都要你登記噶。呢班人氹仔啊！邊個呢？登記先得噶。我話你少少唔得，你做咩講我小心啲啊？我冇講過嘢，冇講過任何嘢。嗱，呢個指換我扣緊。啱啦。氹女做咩班人氹仔啊？談仔談女又登記，繼續啦。我話你黐線你又點啊？繼續。你咪黐線講班人啊！你班人啊！你犯法啊！我連嘢都冇講過。你好閪中意班人啊！快啲退！你好中意班人啊！冇人講過嘢。去到邊度都惡噶啦。人哋我就惡噶啦！我話你啦，就話你去到我惡啦！我中氣夠啦！好，中意夠咪好。中氣夠啦！冇同啲人講嘢，冇同啲人講邊個？阿周潤發話啦，大聲啲咪冇禮貌。我中氣夠。小姐，咁樣咧，嗱，你要辦事處。咁再影啊！講邊個亂嘅嘢？我一個人嘅。唔係76歲嘅可伯林老入花叢，娶咗個46歲嘅大陸女人，我哋叫佢做河馬。自從佢哋結婚之後，可伯嘅仔女即刻同佢斷絕關係，仲吞咗佢450萬。由於啲錢係仔女手上，可伯都催佢哋唔漲，唯有忍氣吞聲。可伯同河馬結婚就快1年，可能經濟真係頂唔順，所以琴日佢哋兩個試圖修補同仔女嘅關係，希望拎翻個450萬，所以佢哋兩個親自上門去拜訪兩個女。首先，佢哋去咗細女住嘅嘉湖山莊，點知食玲瓏，連門都入唔到，唯有敗走。之後，佢哋轉戰去朗屏村揾大女，入到住宅大堂，保安要求佢哋登記，因為佢哋係外來人，唔係住客。可伯就話自己係嚟裝修嘅，但保安邊會咁易信你啊？你咁老，仲裝咩修啊？跟住可伯又改口話自己係嚟探契仔，保安見佢哋咁可疑，梗係有戒備心，要求佢哋寫齊資料，以防萬一。但係可伯同河馬都唔合作，只係寫咗一部分資料。保安見佢哋咁鬼鼠，即刻叫多幾個同事過嚟幫手。同事到咗之後，河馬就話自己同可伯只係嚟探個女，點解要留難佢哋？但明明頭先可伯話自己係裝修同埋探契仔，點解而家又變咗探女呢？呢一刻，可伯同河馬又話保安屈佢哋，明明話係探女，邊有講過探契仔？保安見佢哋兩個咁無賴，但佢一啲都唔驚，因為周圍都有街坊支持。在場有街坊都話：你哋成日講大話，你哋個袋都臭晒啦！講大話講到連自己都呃埋。可伯就即刻發脾氣，大聲兇人。可能佢想喺河馬面前振夫綱，但保安都唔怕佢，仲話外來人都必須登記，你兇都冇用，呢啲係職責所在。最後，可伯同河馬就算點嘈點鬧，都係上唔到大女個單位，同樣係空手而回。今次成件事就一場鬧劇。可伯同河馬嘅如意算盤打唔響，仲俾人睇穿晒佢哋嘅大話同埋無賴行為。一直關注河馬嘅 Facebook 群組，梗係唔會放過呢單嘢啦。好多網民都發表自己嘅意見，有人話可伯因為娶咗河馬，搞到450萬俾仔女食咗，都係抵死，因為條路自己揀跌親唔好喊。亦都有網民支持保安，話保安真係盡責，見到可疑人物就即刻處理，仲要佢哋登記，真係抵讚。如果清順樓嘅保安都係咁盡責，可伯就冇機會屈寫喺公屋嗰度啦。仲有網民覺得佢哋好搞笑，話可伯同河馬兩個加埋都過100歲啦，仲要咁好氣，真係當人哋係傻嘅。又到我哋結尾啦，呢單鬧劇，可伯同河馬嘅行為可以話係自作自受。可伯臨老想揾個女人，點知娶咗個河馬返嚟，搞到六親不認，而家仲要為咗450萬上門嘈交，結果俾保安攔住，連門都入唔到。成件事睇落好好笑，但其實可伯同河馬嘅行為真係令人難以認同。佢哋成日講大話，仲要扮無辜，完全唔反省自己嘅問題，家庭關係搞到咁僵。可伯同河馬真係要負上好大責任。希望大家可以從中吸取教訓，珍惜身邊嘅人，唔好為咗一時嘅衝動，搞到家庭破裂，後悔莫及。